风不要太靠近，安尼扑麦，咱就是一个拳头，然后就是嘴爱对这个麦克风。第三，讲话要有感情。经过广播主持人苏芳韵老师的指导，社区长辈细细揣摩声音表情要领，不断蕊稿后，准备进入正式录制环节。开始。你昨昏为什么无回我的信息？这个啦，昨昏上无闲，袂记记啦。我感觉真好啊，真好耍。真好耍。嘿啊。这是第一届参加。第一届进录音室录音嘛。嘿，对。因为保兵毋捌录音这啊皮皮喘，啊话讲了天头。迄一届两届还阁无法度的啦。讲到70几岁啊吼，哦，参加这个节目很好哎，真的吼，好啊，真心这个嘿，趣味，要互阮老人有工课通做。连面当入去录音室啊吼，录音安尼啦。较袂吼，有人通讲啊，较袂失智。防暴播音站守护家园抱你知活动，除了让长辈透过录制广播剧，更了解家庭暴力防治的观念，同时肩负着协助宣传的功能，也增加了长辈出门走走的机会，健康身心。也是感谢森林之声他们有准备那个小小的伴手礼，然后还有广播体验给长辈能够有不一样的经验，这样，那也是很谢谢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样也让社区的长辈有能够走出社区去认识其他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事情，这样。对。那他们这些长辈的一些反应大概是怎么样？说知道今天要来电台录节目这样。好，就是我们有安排游览车，也是大家的比较让大家有出游的感觉，也是大家蛮期待的。他们都会有自己自备那些小点心，一直很像要远足一样。就是因为我当做演职啊，嘿啦，嘿啊，小朋友，阮家老公啊，小朋友啊，玩足安尼啊。真欢喜啦！系啦，真欢喜啊，拢困袂天光啊。谢谢。这一次是邀请那个长辈一起来胜利电台，然后当防暴的主播员，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跟他们在练习这个稿子的途中，可以去了解到家庭暴力可以怎么求助，然后或者是发生的当下，我们可以怎么帮助别人，自己遇到的时候又该怎么办，然后也让他们体验这个广播的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可能很少这个机会可以来做体验，所以他们都还蛮兴奋，然后蛮期待，很希望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露出。俊逸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李明威表示，为提升社区民众零暴力、零容忍的防暴意识，基金会从今年4月成立防暴播音站单元，期盼社会大众共同关心家庭暴力防治议题，透过广播传播的力量，让每个人都能免于家庭暴力的威胁，确保儿少都能在安全安心的环境中成长发展。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